过来看高雄旗山的马头山在地法院讲，伫咧1月份的时有可疑的车辆来偷盗粪扫，马上通报相关单位。经过40几天的埋伏搜查，检方是做一届抓到7个人，以废清法来起诉，而且限期爱甲偷盗的废弃物拢总清掉。都超过同样管制标准，然后同管制是400嘛，然后这是12000多。 提快速机器凊彩测，土巴内底重的量已经超出管制标准30倍。马头山我近内湖附近的地区，1月互人偷盗事业废弃物，环保团体发现随通报，经过5外月埋伏收集证据，20环保局启动检调内鬼，发现这大个除了营造业的土屎以外，更有电子业的塑胶粪扫甲不明的乌色土粉，因为验出重金属超标。这个所在佫是伫水源地，环保团体呼吁检调一定要严办。更何况码头山它本身在这个地方地质就非常的脆弱，那底下污染的水源它就会流往二仁溪或高屏溪，那这个是全体一个环境共同买单的事情。这有毒的废弃物大约深度超过4公尺，总量大约有2800吨。环保局估计清运处理费用超过1亿。这个所在有保育类的台湾水鹿、拉力等野生动物，附近的湖佫是当地农用水源。环保团体要求赶紧将废弃物再造，好好处理受污染的土壤，若无后续影响真歹估算。跟土壤混在一起，所以它其实造成这里土壤极严重的污染。尤其我们从这个看下去，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湖泊，然后这边又是在比较高的地方，所以下雨的时候，这些就会顺着这个跑下去了。弃置规模庞大，对环境造成严重影响。本案涉及非法弃置废弃物，依法可处1年以上5年以下徒刑，并可并科1500万元以下罚金。因为20抓到7名嫌犯，和桥头地方法院裁定交保。现在地检署也考虑要提出控告。环保团体认为，安尼做唔是头路，袂当放火规山，互因甲尾流藏起来，一定要追查源头，才会当互这不法分子唔敢阁黑白来。记者柯家族柯昭勇高雄采访报道。